吸毒大件事，青少年咪試啊 ！K 仔唔單止係毒品，佢嘅禍害比你想象嘅嚴重得多。近年濫藥嘅情況有年輕化趨勢。05年第一次吸毒嘅中位年齡係16歲，到10年就跌到14歲。加上返神州玩，又平又好玩，好多靚仔都北上濫藥㗎。咁佢本身佢成長咗好奇心啦，再加上有陣時覺得苦悶啦、朋友嘅影響啦，以至佢自己嘅唔開心啦，咁都會令到佢嘗試去吸毒或者濫用藥物啦。仲有㗎，啲丸仔容易到手，娛樂場所、藥房都有得賣，咪搞到啲後生抵唔住頸試咯。就分分鐘個膀胱收縮85%，變成得1支益力多咁嘅容量啫。15分鐘去一次廁所。除咗呢啲之外，損害個腦神經啦，或者有啲人甚至會有幻覺啦、幻聽，以至係思覺失調呢一類嘅問題啦。唔好以為得身體有事啊，濫藥仲要呃住屋企人，又要用好多錢買，搞到啲關係差晒。小學都有毒啦，食鴉片搞到中國人虛晒，吸毒一樣，身體差做唔到嘢，嗨大咗又要俾錢醫，加重公共醫療負擔。又冇錢又頂唔住癮嘅後生仔，仲會犯法揾錢，破壞社會秩序。政府嚟講4樣嘢嘅啫，立法、執法、宣傳同埋教育。咁社會服務機構啦，多啲外展隊，多啲搞講座，多啲同學校接觸，多啲同父母接觸。學校可以多啲了解學生，開多啲反濫藥嘅課程。屋企人就要同仔女 close 啲，多啲關心佢哋。見到仔女濫藥就要揾學校同社工幫手啦，千祈唔好一發現就鬧啊！